Hello，咁多同學大家好。咁距離 DSE Econ 開考咧，其實就剩翻個半月嘅時間啦。咁以下就想分享翻兩個嘅方法咧，去俾大家去最後備戰 DSE 嘅。好，咁第一個嘅建議係啲乜嘢咧？其實就係你要開始慢慢減少翻我哋 input 嘅量，然後就係增加啦我哋 output 嘅量嘅。咁呢個減少 input 增加你 output 咧，如果你就係開啲書咁死米爛米咧，其實意思都不大噶啦。喺現階段你不如直接做卷，無論你 aim 4至5都好啦，你瘋狂做卷得噶啦。咁如果你 aim 5嘅同學仔咧，我會建議集中做 DSE 嘅 PPC，其他嘅出版社嘅練習書入面嗰啲練習咧就 skip 晒佢啦，唔好做啦，就8.1同埋8 topic 咁樣按翻你自己嘅需要啦去做翻 DSE 嘅 PPC。但係如果你係 A 5星或者5星星嘅話咧，其實現階段啊 DSE 嘅 PP 你應該要好純熟、好熟悉㗎啦。你反而可以擺多少少時間咧，去見識下啲係較為深嘅卷啦，或者係較難嘅卷嘅，去見識下多啲嘅題型。咁俾少少嘅tips 大家啦。咁 DSE PP 咧可以集中做咗2019啦、2023同2024呢3份嘅 M 星同埋 Long Credit 都係比較難，係值得大家去做嘅。咁第二個建議咧係啲乜嘢咧？就係、因為 Econ 今年咧啱啱係最後一日去考啊，咁就係4月30號。咁其實你考完主科之後咧，就仲有大概10幾20日嘅時間啦。咁呢個比較建議大家就係點咧？你中間你千祈唔好係完全將 Econ 擺埋一邊啊！喂，你開啲啦，屌你老母！你每日都要 keep 翻啲手感嘅，可能就你一份 full set 嘅 MC 嚟做啦，可能半個鐘或者8個字就完成啦，然後就温翻少少嘅 long credit demo 背書課題，仲有時間剩嘅話咧，aim 得比較高嘅同學仔可以再睇下 elective 或者就咁直做1年 PP 嘅 elective 咧，去俾自己 keep 住個手感嘅，就唔好完全擺埋咗一邊啊！如果唔係你考完主科，仲要嘥翻啲時間慢慢 pick up 嘅話咧，其實係好難㗎。咁希望以上兩個小 tips 都幫到大家啦，DSE加油！